中央的疫苗意愿登记系统，昨第9类就超过200万人来做登记。不过，高风险慢性病对象要注疫苗，都要有过去1档的病医诊断证明。都有民众表示，规定根本就啥拢无。 为着加速注疫苗的速度，指挥中心开放第9类甲第10类的人会当先线顶登记意愿，其中第9类涵盖范围较宽，包括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肥胖症等等慢性病患者。毋过大科人若要下资格，毋但爱有医生主诊断是肥胖症，也爱有去年1月份到今年5月份因为大科去看病记录。有民众是讲相关规定根本无了解。你不晓得这件事？不晓得。 看政府啊，我们做不了什么决定。以健保局的所署长佮所讲的吼，你伫主诊断内底有放伫即个慢性病部分来讲，全国即马算起来差不多167万人。第2诊断以后算起来，总共会到300几万人。医生表示，即马主诊断有慢性病大约167万人，内底有肥胖症的并无多。毋过，若主诊断的记录毋是上新的，或者是患者拢无相关看病记录，安尼就有可能去互闹交。 第9类这个行之有年呐，说要特别的修订哈，你每一个的修订也都争议很多。那现在疫苗的争议已经很多了，那既然行之有年，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赶快来做，好，免得在这里面变动太多。 针对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疾病种类的范围，甲流感疫苗注射的范围拢相像。外界质疑敢有真正下民众的需求，恐惊有争议。中央是强调，即马就是爱赶紧做，避免伤侪变动。记者闵真理、许凯台北报道。